讲到咱台湾的街仔路有各种的看板要吸引民众注意，不过有的看板是伤过大，甚至是伤过低，才有可能造成危险。这新北市公务局今透早呢，就要求邦桥新海路被上百间的店家爱伫咧30天来改善。那准无正呢，就依照着这建筑法罚4万到20万。不过这店家是认为讲政府的做法伤过逼啊。 店家拢非常紧张，伫咧新北市邦桥新海路顶面有将近100间的店面，门口互新北市公务局大大啊，顶面写着空板收过捅出来，要求店家伫咧30天之内爱针对招牌做出改善，若无会照建筑法罚4万至20万。这互店家感觉无法度接受，认为收过临时。要花钱当然是要改善啦、不花钱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，为什么要拆？对我们商家来说，会觉得这样又要花钱又花精力，是很麻烦。像我觉得，就台湾的市容应该本来就是长那么丰富。 新北市公务局对4月2日拜一开始实施新专案，为着要维护市容，避免风台来时阵造成危险。即届违规的空板拢总分4种，分别是空板收过大，只要超过壁面1公尺半就算违规；第2种是悬度无够，空板若无离涂骹3公尺悬就算违规；搁来就是空板生线和槟榔带控制灯，这拢是要求的重点。我们今天有开始执行，就是做劝导贴单这个动作。裁罚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的，那我们会先用劝导以及辅导，然后再依建筑法去做限期改善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这届第一阶段会选伫咧邦桥新海路，是因为这个所在是邦桥的重要道路，加上附近是重要的主题区和商圈。若是这届改善的成果袂歹，未来会持续要求新北其他地区的店面做出改善，希望透过慢慢的改善整顿市容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。